我係 Emma，負責一啲製作同創作之外，更加會幫公司宣傳同埋推廣產品。咁做係希望可以幫到公司同埋肥老闆嘅作品受到更多關注。原因我個款真係好唔掂，揾啲後生做 PR 好啲。所以我就同啲同事推廣同製作成功機會比較大啲嘅項目。我哋首先推出嘅動感漫畫《風林火山》係肥良同和仔喺20年之後再度合作，希望可以打響頭炮。之後就要睇下我哋傾緊嘅大型動畫同電影項目，傾得掂呢2年就會非常繁忙。假如傾唔成，我哋會全力做好網上平台，有粉絲支持嘅話，大家都會見到另一啲新嘅嘗試。我哋下一套動感漫畫叫做《靈魂失格》（Soulless）， 想去接住《風林火山》，但又驚做唔切，所以都會考慮先出《殺手日記》嘅 audio comic， 一種可以聽住瞓覺或者一路聽一路打機嘅視頻漫畫。兩個計劃要睇大家對《風林火山》嘅支持度，先可以再做決定。而我哋打算3月15號響 B 站推出《風林火山》，第一集睇係免費嘅，跟住嗰6集個半月可以睇晒。而佢每個月嘅會費會同茶餐廳熱奶茶價錢咁上下。我哋希望以前鍾意睇和仔同肥良作品嘅讀者可以鼎力支持。《風林火山》第一集喺 B 站免費同高清，大家睇咗鍾意先考慮做唔做會員睇第2集。之後每個禮拜出1次，直到7集完結。B 站呢個方式好處係睇完之後可以唔做會員，仲有睇晒7集嘅價錢，喺香港買唔到2本平裝漫畫。跟住我哋仲有好多着數俾會員，好似特別 T-shirt 咁，我哋打折嘅數目已經多過會費。咁做係希望更多人可以認識我哋嘅作品，同埋俾影視機構見到我哋嘅能力。喺 B 站推出之後，風林火山會響抖音、小紅書同埋其他地方一段段咁推出做宣傳，只係呢啲版本假象度降低，同埋會有推廣字眼。我哋希望觀眾同埋粉絲見到我哋嘅誠意之後，考慮成為會員支持我哋，等肥良、和仔同埋行內啲高手可以攞到資源去繼續寫作。多謝晒大家。